其實你講緊晉升呢，我反而睇成係一個發展。其實喺我哋醫療衞生界呢，咁多個唔同嘅行業入邊呢，其實有一啲行業嘅國際或者內地認證呢，其實個個未必一樣。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城市，我相信如果我哋即係醫療行業嘅同仁呢，即係如果佢哋唔使透過考試，而佢哋本身嘅學歷或者資歷呢，已經能夠同國際或者內地接軌嘅話呢，佢哋亦都可以喺當地或者嗰度發展或者提升到國際嘅視野嘅。呢個唔係一件壞事嚟，因為個問題係佢哋可能睇完外地嘅一啲經驗之後呢，佢可能會將佢經驗帶翻嚟香港啦，又或者可能呢將我哋香港一啲好嘅經驗呢，去同即係其他世界各地同埋內地呢去互相分享。我相信呢醫療衞生界嘅朋友呢，其實呢佢哋喺畢業之後一來喺工作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好想有唔同方面嘅發展。咁醫療衞生呢樣嘢其實係全世界嘅一個事情嚟嘅。香港國際化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嘅醫療衞生界嘅朋友呢，如果可以就多啲唔同嘅接觸呢，我好相信呢係能夠豐富到呢我哋香港醫療衞生界或者香港醫療衞生嘅一啲服務或者專業呢係能夠得到提升。我唔擔心會有人才流失嘅情況嘅，反而我會正向去諗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即係醫療衞生界嘅朋友呢，如果有多啲嘅國際嘅經驗或者交流嘅話呢，佢可以喺國際唔同嘅層面呢，能夠將我哋香港嘅一啲標準或者一啲嘅做法呢，去同國際分享呢。咁嘅時候呢，我哋香港醫療呢，更加能夠呢係提升呢國際嘅話語權。